宣调。你所竞选为亲群里，踮伫你院内的，即互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现在，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厝埕望着我灵的亲像我来灭我命进厝内，你的听满无负，约束我心抱我完全，主的听望着我灵的亲像。厝埕望着我灵的亲像，注意听人的特别俗的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仔日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，要来敬拜我罗你，因为我是主你的奴仆，我都要谦卑用诚心来感谢你。因为你手术恩惠仁慈互阮，佮保护阮，特别感谢你无公正的这个仁慈，才着最后所祈祷来救赎世间人。姑姑，你有会通时常写入你的文字，互阮诚心来感谢你。我唔单单是用嘴来学到你。也通伫阮的生活中来表现出来，将阮家己献互你，一世人伫你面前来服侍你。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网络的一个礼拜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会当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我每一个兄弟，会当真做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。恳求主你继续保护阮，伫这个肺炎病毒还未结束以前，含阮无受到这个病毒的这个侵犯。我要全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今仔日搁一摆来强听你的话，恳求主你大声来清起罗卜的嘴，诚实的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蒙恩的一天。阮诚心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望着我灵的亲像，将我来灭我命进厝内，你的听满无负，约束我心抱我完全，主的听望着我灵的亲像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。31节，耶稣佮讲：西门啊，你看，撒旦已经得到温顺，要亲像跋马安尼甲恁跋。毋过我有替你祈祷。互你无失去信心，你灰心转意了后，就坚固你兄弟的信心。就是为圣经在记载伫彼得前书5章第8节到第9节。第8节，着实际，着警醒，恁的对手就是魔鬼。亲像好的狮，
世界行，要找所通吞食的。恁对神坚固，着只算伊。在恁众兄弟伫世间也经过即样的苦难，这是上帝的话。读即本书，佮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门。有了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保护以色列耶和华，也无拄民无困境，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保护以色列耶和华，也无拄民无困境，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罗亚努梅罗伊什，伊内罗亚努梅罗伊什，沙玛伊斯拉耶，伊内罗亚努梅罗伊什。亚努梅罗伊什，伊内罗亚努梅罗伊什，沙玛伊斯拉耶，免受一切灾害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各位亲爱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我伫即个新闻顶看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过即个9月15日下昼，以色列甲阿拉伯的联合大公国以及甲即个巴林。因正式签入来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协议，就是阿伯拉罕的这个协议，因向全世界来宣告，以色列甲两个阿拉伯的国家来建立这个关系。所以这份这个协议书就指出，因对打以后，三个国家要同心向着这个和平的方向。共同来这努力。那么对长期为着中东和平大岛的人来讲，这个协议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突破。阿伯拉罕两个囝儿以撒甲以实玛利的这个后代，已经相甲来和好了。那么因愿意手牵手、心连心，行伫上头为着备办好势这个道路的顶悬。为了做来迎接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个来临，咱常常在讲，用性命来影响着性命，就是咱迄种无烧无冷、迄个拉伦烧的这个生命的态度。若要带人来信主，毋是遮尔简单的。
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基督的疼，这话通讲是圣神的工作啦，因为迄是对出自这个上帝怜悯。面对着带人归主的这个大使命，咱特别问讲，最后说基督如何用伊的生命去影响到学生的这个生命呢？互伊会通对软弱变作刚强的呢？面对这个困难、患难的事，是安怎拢无去妥协的？最后说对这个世界的使命非常的清楚。伫最后所基督的教训的中间，中心就是伫讲论这个世界，就是学生对伊所讲的话，若毋是一知半觉，就是若亲像家母甲阿公伊咧谈情说爱，根本拢听毋知，对方咧讲啥话，都鸡同鸭讲啊。所以当最后所知影，伊本身要受接上天的时阵，日子已经到啊。所以对学生一摆搁再一摆来讲起，伊必须得上耶路撒冷去受控告，被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。第三日对死过活，所以彼得马上就真好心的劝主啊说：“哎，主啊，千千万万毋通安尼做，这款代志袂通临到伫你的心上。”可是主啊说安应答呢？主啊说讲：“撒旦，摕去我的后面，因为你是判我的骹的，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单单地体贴人的意思尔尔。”到底最后所如何来影响学生因的这个画面呢？为什么有最后所这个伟大的列比来教示因？学生以为那就是像扶袂起的阿斗呢？圣经互咱看到生命的这个塑造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生命的模型。一个完整的生命模型，一定都要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一定是着要经过圣神伫学生生命中来工作，学生才有可能通对软弱来变作刚强的。咱毋通用到这个俗世界这个标准来看学生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模式。若是遐个看起来亲像失败学生，因单单是拄是进入这个学生生命这个河定一开始尔尔呢，经历到圣神的工作以后，学生才是真正变做最后所有学生，因才会通对于软正进入去这个刚强的。伫最后所的这个事奉内面，有一件真要紧的代志。就是主耶稣为着学生来祈祷，12个学生是伊真关键的这个事奉。主耶稣3年外这个事奉内面，无论是伫公开还是伫私底下的，伊拢用真侪时间伫建造学生的活命，甚至伫伊死过活以后，用40天的时间，主耶稣用真侪这个凭据，将家己活来显明互学生看，诉说上帝讲这个代志。伫这个搬过节最后晚餐的这个宴席的中间，学生因一点仔危机的意识拢总无，还佫伫争论着讲因中间什么人上大诶，也是讲哇什么人上爱上诶。伫这个时阵，最后说对彼得讲：西门，撒旦是要得到恁，通切恁，像去切这个马仔共款，用切的。最后所看到这个代志，知影因的生命，还佫袂通来拼前方，弄这个顶头的。最后所经过因，对着因有真特殊的这个身份，撒旦绝对袂放因干休的，一定会找机会、找空、找帮
要将因一个一个甲伊切出去。这个切，切啊面这个切有竞选的意思。撒旦当然是无办法来竞选，遐个伫真理上绝对无要妥协，佫是对主始终佫兼换贴的人。伊愿意放杀家己，背起这个使命来跟对主要所有人。撒旦袂去找即款人，撒旦会去竞选遐个，只有去嘴念，讲伊是真疼主的人，毋过伊的心中却是远离主的人，离开主远远的人。伊去选择遐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以及贪婪爱世界的人，这个人都是撒旦魔鬼真意爱的人。那么，这个切有这个叮当的意思。咱知影你切麦啊吼，一定是顶悬切、下骹切、倒切、正切呢，都切呢，有叮当。撒旦嘛想要得到咱的是，大成啊有叮当咱的信心，甲伊切互乱去，互咱的目睭无可以看顶面是袂加顶悬的这个基督，反正去注目到迄个五花杂色的世界。所以主对彼得讲。我已经为着你来祈求，互你无抵到失去了你的信心。伫这个世代内面，咱爱特别守条的，咱信仰的根基是甚物？若无，咱就会互这魔鬼撒旦甲伊摇叮当、切叮当，抵到落伫这个撒旦的罗网内面。所以当彼得主动主要所上十字架的时阵，拄拄是撒旦伫切彼得迄个时阵，共迄个时阵，所以彼得心中真渴望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因，通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夹制。因无爱一个顶伫十字架顶的救主呢，因无爱。当彼得拒绝十字架的时阵，也就是伊最软正的时阵，连一个大祭司的这个侍女。地位真低一个查某人，只着彼得讲：“哦，你嘛是甲因做对的人呢。”彼得嘛惊甲拢总毋敢承认。感谢主耶稣基督的代求，最后彼得险恶了。伊伫彼得前书5章第8节第9节，伊提出警告讲：“着爱谨守、警醒，下日恁的受敌魔鬼亲像好塞。”遍地游行，追找吞食的人，你爱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因，因为知影恁伫世上的这个正兄弟，也是经历这款的苦难。但彼得个话，互咱通警醒，迄个恶者的确地遍地游行，追找吞食的人，所以咱着爱用着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。咱伫世嘛。每一个站面的顶悬，最后所记到的真理运行，一定有我呢正强烈的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诡计，也是同款的强烈。今仔日咱呼求最后所记到的人民，总是撒旦、魔鬼，嘛是伫工作中，伊要销售，要来搅扰咱的心，伊要阻碍咱的悔改。最后说。要交棒互这个12个学生，12个学生领袖彼得，自然加做撒旦攻击的对象。就是主要所讲，我已经为着你来祈求，叫你无意识到失去了信心。若是按照这个彼得这个怀龙直冲的这个个性，绝对是会失败的。就是无论是偌一摆这个失败。最后所谓祈祷的重点，就是要得保守着彼得，互伊无去失落伊的信心。最后所谓祈祷，毋是求上帝主动撒旦来切伊的学生。所以讲上帝嘛，因为撒旦安尼做这个代志呢，发生伫这个所听上帝的人的心上，上帝嘛有因为因呢。毋过呢，上帝主耶稣基督却求上帝。保守因的这个信心，所以咱毋通受到失败的影响。
人生的这个软者，往往是单单是会记哩别人怎样的失败，无要阁信任伊，认为伊这人一定阁扑倒的。这也是撒旦一贯的这个手段，就是上帝毋是看遮的，上帝是看因的这个信心。所以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兄弟，主为着彼得祈求，互伊无跌到失去信心，最后目的乃是要爱互彼得伊会当回头。因为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兄弟，坚固这个字有真强的命令性。这个命令也是主互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。咱若想要坚固别人，咱家己爱先回头。回头这个字就是悔改，承认咱行毋对路，然后做一个回转，就是 U-turn 吼。你若驶毋到车的时，一定要 U-turn 的。悔改是一种带出生命更新到复兴的悔改，是一种建立着心灵的更新、生命信仰观念的这个更新的一种这个回转吼，一种这个U-turn 吼。圣经甲咱讲，掠主要所人已经逼近的时阵，学生惊受着连累，因大家拢总骹底抹油就选了，彼得嘛落跑啊！总是伊实在是真挂念着主耶稣，伊就佫点点仔佫溜入来。伫主耶稣被掠以后的几点钟内，伊前后有3摆，这个身躯边的人好认伊家己的身份。等于第3摆毋认主的时阵，主耶稣就活转身来看着彼得。彼得雄雄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伊就出去外面大声来啼哭。原来伫彼得回头以前，大先有主耶稣先活转身，主耶稣活转身看彼得的时，是带着慈悲、甲宽容、饶赦的这个眼神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早就知影彼得为安生的。总是以后，阁是接纳彼得的软者，独独只有这个无条件的宽容、赦免、甲接纳，人才会当坦然面对家己的错误。独独只有坦然面对家己的错误，人才会当成长来做出改变的。彼得伫痛苦以后，哪亲就是经过一场的这个洗礼，伊有了觉悟。伊有了改变，虽然毋是一步登天的改头换面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接纳甲提醒的下面，最后彼得成做初代教会历史中真要紧、真重要一个领袖之一。彼得佫有一摆真特殊的经历，当主过来以后，捌经过3摆问彼得讲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嘛？”那么这个话，彻底改变了彼得伊的活命。伊知影是未假，伫彼得的生命中有只印记。大祭司看到彼得甲约翰的胆量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有记载讲这个人拢是无学问的小市民，总是竟然敢伫众人的面前来做干净，讲主耶稣基督对四个话。因就得到一个结论，讲因的确跟对去主耶稣的人，就是因毋那是跟对去主耶稣的人，因是被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所翻转的人，因是被这个圣神充满的人，因也是内在活命改变的人。第四个，因通勇敢来见证定是未假这个基督。这是彼得一个大翻转，这就是彼得的回头，这是非常重要、影响深远的一摆回头。那么，这个回头对彼得来讲，是一摆这个顶头生，圣神这就是未假，将因带入去一个这种的更新，带入去这种的活命这个翻转，这才是这个
学生活命操练到训练这个正道。伫主的计划中，是爱彼得回头以后来兼顾伊家己的兄弟。要如何兼顾你的兄弟呢？你有什么款的改变，就要将你的兄弟带入去什么款的改变。你有什么款的悔改，就要将你的兄弟带入去什么款的悔改。你有什么款的复兴，就要将你的兄弟带入去什么款的复兴。这个就是坚固的意思。虽然说对彼得有信心，已经为着彼得来祈求，伊知彼得一定会回头的。最后说，基督嘛无爱咱失败，造成咱一生的这个遗憾，反倒是毋望咱为通将失败当作帮助别人这个原动力。最后说，相信咱，只有咱回转到耶稣的面前，伊就有办法来坚固咱，并且想出互咱每一个人有一条新的道路来行。当咱看到有真侪捌失败过的人，却会当回头来坚固搁较侪人。你捌一个刘明和牧师无？刘明和牧师，伊是过去捌食过毒，也捌贩卖过毒品。毋过当伊信主戒毒以后，伊就创办了这个晨曦会吼，伊帮助这个毒堂戒毒以后，并且传福音互因。毋通互因失败，当做一个绊脚石，爱因回头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，将这个失败变做一个贴脚石，贴脚石哦。最后说，袂去用到一个家己认为是家己是已经得到的人，伫各方面拢是真成功的学生，伊要用到知影家己的软项有限制的人。彼得捌跋倒过，并且爱伊伫一跋倒的所在，搁一摆重新爬起来，安尼才会通明白最后所基督恩典的这个宝贵。那么，迄3摆的假蹄的声，就亲像是这个钢槌啊，将铁钉钉入去伊的这个活命内底，互伊为着家己的软弱甲骄傲来提靠。流落见着目屎，毋但是洗清去伊过去这个视力落落的目睭，搁较会通互伊看到家己有限性，谦卑来学习要安怎服侍主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知咱大家对过去半年来，互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所左右的活命，伫你的心路历程有啥物款的体会嘛？是真痛苦呢，还是处在人生这个山坎、这个山坎底呢？还是软弱到已经爬袂起来啊啦？请毋通失志，兄姐，请你毋通失志。今日最后所已经甲咱讲啦，以后为着咱软正的活命来代求，互咱无得到失到这个信心。伊嘛要甲咱讲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伊拢总是要得来甲咱相合伫地。伊要帮助咱回头以后，会人去经过搁较侪的人。阿们。这条要来吟这个回应诗歌，牵我的手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要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。
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。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悠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鼓入来我的行。同心啊，三脚的祈祷。主爱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对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小男人，
以及彼得前书5章内面，互我来思想主要所基督的教示，爱我为通回头，通坚固阮的这个兄弟。主要所嘛爱阮将过去的失败，毋通当做一个一生的这个遗憾。反倒毋望阮会当将过去的失败当作是通帮助别人的上原动力，因为主相信阮，只要若是回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主依照办法要来坚固着咱，并且互咱有一个新的这个路通行。所以，阮应该就爱亲像彼得一样，虽然捌跋倒过，并且亲像彼得伫跋倒的所在，可当靠一摆勇敢爬起来，阮才会当明白主的恩典伫倒落。因为当阮看到有真侪人失败过，却会通回头来坚固，搁较侪这人。愿荣光归于阿爸父上帝，为通照着运行伫阮心内这个大权力，会通常常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但阮当心的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祈祷。阿们。那这点。牧师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，主要所基督恩典、圣神杯所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记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今日就网络的礼拜。伫这个所在就过一段路，免咱后回搁一摆伫空中来三角见面。愿天父上帝来赐福你，愿你大家平安。多谢努力，再会。